黃偉文的前因後果。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意見。胡錦濤當咗10年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佢從來未見過咁多愛國人士嘅。喺香港嚟緊嘅星期日7月1日，有10萬計嘅香港人喺攝氏30度嘅酷熱天氣走上街上面，訴說佢哋對中華民族嘅感情。喺新中國生活咗60年嘅人係唔會明白香港人嘅，唔為錢冇利益，連個理由都講唔出，秩序井然咁年年6·4，年年7·1走出嚟，默默無聲宣示對民主嘅訴求，對中國嘅理想。大陸人會明白點解有人從地下坑渠提煉地底油害人，佢哋都明白點解中國嘅奶粉廠製造毒奶粉危害成個民族嘅 BB， 佢哋更明白好似薄熙來呢啲一代梟雄點解要將個仔薄瓜瓜送去美國，再調到600-700億人民幣去歐美，以防萬一。任何人性嘅陰暗面，大陸人民都非常明白，但係佢哋唔明白點解香港人會為一個湖南嘅傷殘工會領袖走上街頭。佢哋更唔明白23年前北京嘅一場政治屠殺會令香港人年年喺維園點起佢哋心靈嘅燭光。冇個人利益，冇政治野心，冇英雄嘅煽動，人人自發咁走上街頭，訴說住人世間嘅不平。因為香港人好多都係愛國者，佢哋愛中國5000年嘅文化同歷史，佢哋愛壯麗嘅祖國山河，佢哋更愛喺呢片土地上面生活嘅中國同胞。所以香港人會為每年嘅南盧北漢而憂心，會為中國喺89年6月4日屠殺自己同胞、動搖國本嘅行為而悲動。佢哋更會為中共政權謀殺湖南一個身患殘疾嘅異見人士而義憤填膺。呢啲全因為7·1上街嘅香港人都係愛國者。呢個星期日，胡錦濤喺香港可以見識到數以萬計嘅示威人士走上街頭，訴說佢哋對國家嘅情懷。如果中國有前途，佢嘅前途喺香港。